2019年时，香港反送中运动，有侪学运领袖带头抗议香港政府打压民主自由。这阵头人真侪拢受向中国甲香港的打压，将香港政治的副秘书长周庭，昨昏伊就刊文章讲，伊家己反省一世人拢袂阁回去香港啊。 红叫做香港民主女神的前香港政治核心成员周庭，12月23日7岁生日迄天，伫社群网站宣布，经过慎重考虑了后，大概一世人拢袂回去。周庭表示，伊目前当伫加拿大一间大学读册，依照国安法，周庭需要伫12月底第一站回去香港向警方报道。不过经过考虑，包括香港局势自身安全、生理甲心理健康状况，决定唔回去香港。 周庭伫2020年11月23，因为香港律政司指控伫2019年6月21包围香港警察总部一案，犯下煽动他人参与无经过批准的集结，组织无经过批准的集会，甲明知影所参与无经过批准的集会等罪名，互判入獄。我亦都有可能係喺今日或者係不久嘅將來，係有一個可能性係要面對我人生第一次坐監。 當然，我對好多未知嘅未來，包括係嚟緊嘅判決，會有好多唔同嘅不安。但希望大家唔好忘記，就係有好多或者比我哋犧牲得更加多嘅手足們、朋友們。 周庭也講判刑10個月，以即賣標準來講是真體系。就算是安尼，監禁期間一直真驚家己無法度出家幸運的，會當伫2021年6月離開監獄。因過心中的驚嚇甲不安一直攏無消息。伊伫2021年6月放放出來了後，真少對外公開露面，閣較無佇社群媒體出現，外界對伊佇香港的動向攏毋知影。 周庭承認家己佇香港因為受到國安法的打壓，得到焦慮症、驚嚇症，創傷了後壓力症甲憂鬱症。指出這幾年，深深感受到面對驚嚇的自由是遮爾可貴的物件。伊強調，當初無唔轉去香港的打算，也毋過當伊來到加拿大安頓了後，才慢慢開始思考，佇做出這擺的決定之前，伊也要12月轉去香港的機票，所以伊並毋是調工計劃要騙國安處。若有這款的講法，絕對是毋對的。 對於周庭棄保流亡加拿大，香港警方強烈譴責，無按時向警方報道是公然挑戰法紀的無負責行為，同時呼籲當事人趕緊打檔啊，唔通選擇行一條不歸的路，一世人判倒翻的罪名。公視新聞新樂報編譯。